海盗团紧急事态！哎，佩利前辈，这2天都没在学校看到你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啊？我已经离团出走了。什么？离团？前辈，你先别激动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和我说说。过几天我师傅要过生日，我就给他织了条围巾。哇，你师傅收到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是吧？我也是这么觉得。可是帕洛斯和老大他们，居然嘲笑我织的围巾丑。卡米尔还说他破破烂烂，真是气死我了。能让我看看吗？你看，这可是我用师门独创手法织出来的，花了好几个晚上。哼，明明比卡米尔那条枯燥单调的围巾好看多了嘛。是很有特点，酷。嘿嘿，那是我特地请教了网上一个大 V 手工博主圣空老父亲，他指导的我。真是知道。但是佩利前辈，我觉得朋友之间如果有矛盾的话，还是要说明白才行。我才不想去找他们呢。不要太冲动啊！如果不把事情说清楚的话，大家都会很难过的。搞不好你的朋友们也在因为你的突然离开伤心呢。其实我昨天偷偷去找过他们，结果发现他们开开心心的吃烧烤，根本没发现少了个人。怎么会呢？你确定他们是在开心的吃吗？说不定他们在思念你，然后边哭边吃呢。有可能是这样吗？可就算我去了，肯定也说不过卡米尔。我会帮你的，前辈。快找个时间，大家约出来一起谈谈吧。说吧，佩利，特地把我们约出来是什么事？如果你要说的是海盗团内部的事的话，这里还有个多余的人。佩利，你最近和这个高一的小子走得很近。他是我好兄弟，今天来是帮我来评理的。好，听起来你有很多不满啊。大家和气一点，和气一点。佩利前辈，要不你先把你的想法告诉他们吧。你们为什么要嘲笑我给师傅织的围巾？是啊，那条围巾是佩利前辈的心血。难道你真的觉得他那条围巾织得很好吗？你就为这个闹着要退团？还不止呢！我忍你们很久了。哎，还有别的？老大，其实我也想当这个团的老大，可你总是不让我和你打架，为什么看不起我？就算打了，结果也不会变的，佩利。还有你，卡米尔，你早上从来都不跟我打招呼。我听说你还会借同学笔记，可你都不愿意帮我写作业。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，你已经高2了，我还是个初中生。你们还总让我和帕洛斯跑腿，帕洛斯，你说对不对？这个，看来你们还憋着不少气啊。帕洛斯，怎么会呢？我跑腿跑得心甘情愿，能为老大服务是我的荣幸。你说实话呀，帕洛斯，你当初不是这么跟我说的。佩利，小声点儿，我当初和你开玩笑呢。该不会这才是你的真心话吧，帕洛斯？我可没有闹过要退团哈。哎，对了，是不是因为新来的这个小子？小子，你到底和佩利说了什么？啊，我只是想让大家把心里话说出来，朋友之间应该有话直说，才能解决彼此的心结。他说的有道理。既然大家都来了，那有话就直说了吧。我也好看看这个海盗团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。哎，气氛是不是有点不对啊？我觉得我没什么话好讲，只要是大哥的安排，我都支持。我也。帕洛斯，你不说，我帮你说。哎呦，我的祖宗！佩利，先不用管我，你自己的事比较重要。好啊，帕洛斯，那我先说。卡米尔，你的态度我忍很久了，
你明明就对我们有意见。首先，我不觉得这种大吵大闹的方式能解决什么。一定要说的话，我认为你和帕洛斯对海盗团并不够忠诚。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呢，卡米尔？我可是从没做过对不起海盗团的事啊。帕洛斯，他们上次让你一个人去拿那个马蜂窝，你不生气吗？还是你给我递的梯子呢？那是一点小 case。那还有之前学员季的时候呢，你一个人去厨房忙，他们俩兄弟就坐在那儿吃东西。其实老大和卡米尔当时负责的事也很重要，不然我们哪来的100个一模一样的订单？佩利啊，其实我觉得你有什么不满的话，可以试着用别的方式发泄。像我就是学着玩手游。看来帕洛斯你确实有所不满呢。哼，手游还不得跟他们一起打，那不还是来气吗？前辈们都冷静啊！想想你们团一起度过的日子，想想你们最困难的时候啊！每天早上上学的时候是最困难的，老大路上碰上个小石子，我都要被颠的差点掉到车外边去。升学考试是最困难的，每次都要因为被扣了太多德行分，不得不熬夜补习，以免留级。我们团有困难的时候吗？不好，怎么好像气氛变得更凝重了？那再想想你们一起玩的时候呢？说起来，暑假打工那会儿，帕洛斯，你去哪儿了？我那是肚子疼。老大，我认为还是佩利偷吃鸡腿扣工资比较严重。明明是老大打碎了太多的盘子，才会让我们的打工费泡汤的。你还被投诉了呢，卡米尔。哼，哼什么？来打架，卡米尔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看来你也不满很久了。不如，咱们也来打一场。要吵就去隔壁街新开的烧烤店吵。什么？有新烧烤店？新店呢？那个……走，小的们，先去吃烧烤。哎，他们这算是和好了吗？这一桌的消费一共是……怎么人都走了，不结账啊？